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这阵仔的天气暗时开始会凉冷，因为这季已经来到白露啊。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白露。白露汉字写作白露，罗马字写作宝的白，罗乌罗，白第8条，露第7条。白露差不多拢伫新历9月初7到初9迄卡兜。这个时阵的透早时啊，厝外的涂骹也是草啊、叶啊顶悬，拢有真侪露水。这是因为前一暝暗时啊，气温初低，水雾建造露水掉伫顶面呢。所以这季来到白露，早暗会较凉冷，加日时的温度真差较济。弟弟妹妹，你若日时啊足热，穿较少啊，早暗都爱加套一领衫，较袂去冷着哦。白露这个季节，拄好是猛冬挂季的时阵，就是第2期的稻作开始生出稻穗，因为雨季拄过，稻啊需要露水，才会有够野的水分，通顺势大长。俗语讲白露草，甲地后，意思就是咧讲白露过了后，较无雨水，草啊就会自然孤单。伫白露这个季节，要安怎来预测天气？真简单，只要白露一天，透南风，像安尼，安尼，咱就会当知影日后会强在落雨，涂骹不时就会澹澹。有一句俗语，白露南，10日9日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大家会使记起来。等白露迄阵啊，观察看卖就知。白露即阵嘛是油啊、鱼啊、来啊、加卡白笋，当咧大出的时，还阁有桂花。这时嘛开甲真水，市面开始咧卖月饼，一面食好料，一面赏花，真享受。丢白露。露水、猛冬、挂季、白露草、家己后、白露南、10日9日澹。早暗凉凉，爱记得加套一领衫哦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